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俗语话讲，拖水师行掠捞，医生行治伤。啊，若总铺行食豆，啊，若开公司上惊会计师来看啥，无影啦，这我全啦。毋过确实，讲到这个数目，就是爱一点一度，一空一刻，拢爱算互伊点定，袂使数无对，进出若有叮当，安尼就大费气呢。所以无论头家人生意做偌大，会计师来，甲头家讲数无对的时阵，有影头壳就爱摸咧烧。啊，佮种咧讲一点一度，讲一空一刻，这拢台语4字的成语。点甲度意思接近，空甲徛意思原来要活。中这个节第一字甲第三字讲好共款，就是要斗成语、斗4字，互你好听好记。所以笑1到5字袂使走闪，一定一点一度、一空一刻，都爱算甲明拄明。所以某迄个头家呢，为着讲3、2张发票无够，会计师数袂对尔，阮落去办公桌仔骹，安尼伫咧抄、伫咧弄，因为真侪资料拢拼伫纸箱啊，拼伫家己的桌仔骹嘛。结果问出来，确实手提4张发票，讲会计师啊，有影啦，4张发票无交互你啦。会计师才咧讲咱小本来就是爱点定，就是爱照起工。毋过头家人为着要找发票嘛，真辛苦。阮落桌仔骹一头一面拢猪肚丝，一头一面原来原来成语，原来4字的，头甲面意思接近呢。所以咱甲斗互伊4字，就是互你好记。一头一面就是讲满面啦。一头一面猪肚丝，有影真辛苦，但赶紧的卫生纸抽起来面切的啦。头家换翻头甲会计师讲笑，讲都无法度呢，像你这落啦，遮尔尽责任啦，万项都安尼一时一刻，拢要处理好点定啦，一时一刻，这原来台语的成语。毋过这毋是讲节哦，咱头拄仔咧讲一点一度，讲一空一刻，讲一头一面拢是节，拢是白话音。咱遮讲一时一刻，因为民间流传就是安尼嘛。一时一刻伊讲汉文音，这咧解说啥？各种头拄嘛讲，时甲刻意思接近啦。一时一刻就是咧讲袂使拖沙啦，袂使延前啦，一定要随解决，咱就做一时一刻啦。会计师嘛甲头家讲，本来社有叮当，愈拖愈久就愈费气，所以一时一刻是介要紧。各种这故事家己编的，但是招你研究，讲节讲义，汉文音、白话音有争差。毋过咱咧讲4字的成语，有影艺术，有影真趣味，正就是伫遮啦。